足丰盛的啦哈，有创造救赎是上大的医生，而且伊是咱的牧者哈，所以咱来领受上帝话，请。真好啊！感谢耶和华，唱歌何乐你之权的名，早时保佑你的慈爱，下昏时保佑你的信实，用10条弦的乐器加舌，用琴弹颂扬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你用你的所行，互我欢喜。我要因为你的手所做来快乐，耶和华你的所做怎样啊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咱要来学了咱的主，伊是创造拯救医生丰盛，是牧者，是引带咱，是咱的主，咱的君王哈啊！咱当然咱是到主的面前来认罪，因为咱想看卖，咱是毋是这礼拜咱有？无下上帝标准的，咱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光照，互咱会当悔改，活转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上帝救恩。请咱开嘴来学了，大家认罪的祈祷，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创造阮生命的主，你是好有气息的主。主啊，你是一位听堂救赎阮。主啊，你嘛是阮的牧者。主啊，你是用腿甲拐来引带阮。主啊，阮知阮有真侪所在自私自利自欺。主啊，阮得罪你，主恳求你来赦免。感谢你是恩惠的主。主啊，你互阮搁一个的机会，互阮来到你的圣地。主啊，互阮真做会当来跟对你的人。感谢。感谢主，阮感谢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特别你是창수阮气命的性命气息。阮有一口气，阮是有灵的人。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活出主你的宽恕。但是阮真侪时阵自私自利自欺。主啊，恳求你赦免，阮搁重新一遍来调整伫主的圣日，伫一礼拜开始，阮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恩主的主，你互阮搁一遍的机会，重新来开始。阮为着安尼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的主是咱的牧者，伊知影咱的需要，伊是全能的，伊毋是干那第一尔，他不是只有在乎你，他不是只有陪伴你，像我们人一样，他曾有咱人一样。咱陪一个人听伊的苦楚，咱那嘛敢若会使讲。我嘛听你咧讲，我嘛足艰苦心，但是咱无办法。但是咱的主伊有办法，伊毋是干那第一在意你而已，他还有全能可以来改变你。伊有大权能会当来改变咱。伊第一咱啥物代志，足侪项代志伊拢第一哦哈。咱来读上帝话，请耶和华啊，你看你的对敌，你看你的对敌的较热无，一切做歹人也要死煞。总是你互我的家业关，亲像囝有的家，我是受心的诱惑。咱的主伊关心咱这个方面哦，咱的身心灵的健康咱的婚姻、咱的感情以及咱的产业、咱的下一代，主拢比咱搁较关心。伫咱的工作咱的这个所有的一切，今仔日咱讲道就要讲到咱的主享受互咱一切会食物，甲咱生活一切包括食的。人际关系嘛是主咱所第一的，所以兄弟姊妹无事来邀请咱大家来到主的面前，你会当将你家己所需要的，你会当拍开你的手，也是放伫你需要主来为你祈祷的所在，甚至你感觉讲有需要人来牧者，也是咱的长老结束来为你祈祷，请你会当等的，会当来徛在中外口较好、较方便来为你祈祷，也是两边。咱就来到主的面前，主第一听咱所讲的，已经备办要为你所医治甲所有的一切哦。好，那安尼咱就要开始哦。你若有需要，请你起立，来为你祈祷。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主啊，你知阮一切，主啊，你是上心的人的
帮助，甲阮的医治，阮感谢阿罗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阮来到你的宝座前，阮将一切跨路交到伫主你的面前。你国话会开力，要阮来分开。主啊，互阮不管是身体软者，还是阮内志，主你拢要互阮安尼搁较得到主你国话的开力。因为主，你听你的囝儿，你的囝儿，每一天拢会当平安来过日，每一天会活出主你的美好。因为你的心意就是想使你的囝儿有主你对你遐来的愿望，对你遐来的喜乐，对你遐来的平安。阮感谢阿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为着今日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们三角来读上帝话，请。人要兴旺，亲像做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白杨树。囡仔在伫耶和华的厝诶，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意内。兄弟姊妹，咱要为着家己灵命甲主会当关系会当对准伫主，咱就有了一切定睛在主哈。我们没有要定义自己。咱无要定义家己，但是咱目睭要定睛在神哈，安尼咱就知咱要来生活。咱嘛要为着今仔日合心动工退休会，明年的事工的规划会当顺利，恳求主来带领。圣诞节伫要到哦，主要互咱伫这个所在真侪福音会出口嘛为这个代志来祈祷，为着总务部来祈祷哈这总务部为着咱这艺体的所有的事工恳求主来兴旺互咱所计划会当一直会当行通，会当应用上帝，会当对人有帮助咱请咱起立咱要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请咱开嘴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伫主你的胜利，主啊，你伫阮的中间，因为你知阮是属于你的，阮分别做成，伫一礼拜的开始，主，阮献到你的面前，主，阮将阮的敬拜俄乐献伫主你，主啊，互阮每一天，阮伫灵的内面，先甲主你来对准，主啊，互阮无掠别个做阮心中的主，互阮尊主你最大，主，阮感谢你，互阮所做的主啊。计划会当应用上帝，互主你的教会得到高举你的名，真做神。主，阮感谢你，阮也是恳求主，阮感谢阿罗你，伫主你的圣灵，主就是阮要分别做神，因为你是圣灵的主。主啊，阮愿今仔日的敬拜阿罗，要真侪香的祭献互你，嘛将教会一尽阮所做的计划，主啊是下主你的心意，阮嘛按照安尼会当来祝福社区的人，互社区的人会当得到福音的福气。主，阮感谢你，阮也要用主祷文，要三个安尼来祈祷讲：愿你天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心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着三甲乌鲁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兄弟姊妹，邀请你做我的双手，咱三甲来乌鲁，天门大开。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天顶地，
咱三个来比动作哦，三个来跳舞哦咯。天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万国好乐你，你是咱国来做一届好啊，三天门大开。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万国好乐你，你是应要苦乐，天顶地。圣经有讲，应要归你，天地，敬拜的高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就伫这，咱拢来欢迎，好万民主吧归向你。咱拢来欢迎，宝座前敬拜因无山。上帝就伫这，上帝就伫这，咱拢来欢迎，好万民主吧归向你。上帝就伫这，咱拢来欢迎。阿妹，你姊妹请坐。一日脚无伫你的听来相见，将家己完全献上，正做你起名。只有你是我的喜乐，甲开来，我甘愿放肆一切军队里。每一日脚无伫你的听来相见，将家己行好伫你荣耀大款面，只有你是我的朋友甲安慰，我愿意一生荣耀敬拜你，将我所有欢喜献上最最，用纯全的心
降临，掌管我一生。将我所有欢喜献最最，永存全的心，都都在你，愿你旨意，地交伫我的心命里，有信心降临，掌管我一生。下面我，护着我，紧紧跟对你，伫你听堂三地。下面我，护着我，紧紧跟对你，愿要着敬爱你。下面我，护着我，紧紧跟对你，伫你听堂三义。下面我，护着我，紧紧跟对你，愿要用敬爱你。我所有欢喜就最最，永存全的心，都都在你，愿你旨意，地交伫我的心命里，有信心降临，掌管我一生。每一日，脚步伫你的听来相近，将家己放乎伫你荣耀大宽容。只有你是我的朋友甲安慰，我愿意一生荣耀敬拜你。字，刻掉伫你心中，我的面容也照伫你眼中，在灵宽恕，我无得看口，是我靠你，想事会奇妙稳定。无心，我又错没波动，你扶起我，明日拢得看过，因你阻碍，对我可保护，我努力，奇妙的大天。
最我可保护，我学努力，你奇妙的大天堂，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流出的宝血，你我无代价牺牲，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流出的宝血，为我无代价牺牲，主。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流出的宝血，为我无代价牺牲。只有你肯定，我敬拜献祭，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世界，流出的宝血，为我无代价牺牲。听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慈悲怜悯，你是知阮的过失，你是知阮无法度用家己的方法来解救阮家己，所以主耶稣，你真做人，你真做人的款式，你真做上帝为着人来备办的羊羔，为着阮的罪来献祭，除去阮的罪，互阮今仔日毋免搁再用香、用祭牲伫遮来献祭来敬拜。你为着阮伫十字架顶来付上代价，互阮会通自由来到你面前，好打无惊吓，因为你会疼，所以互阮会通伫遮诚心恳求祈祷。你就对施恩宝座听阮的祈祷，知影阮的需要，将阮的需要来赏赐予阮。你向你疼阮，疼到你愿意用你家己的性命来献上。你也愿意阮回应你的疼，亲像你同款学你的样相，你的模样，互阮会通真心、真性、真意、真力来听主上帝你。因为你已经将全部的疼来赏赐予阮。今日阮众兄弟姊妹，无论线上也现场，阮做伙伫遮来学乐来礼拜，用心灵、用真实来敬拜时，求你来感纳。也愿你的宝座就设立伫这所在，阮邀请你甲阮相共同在，互阮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你的祝福。互阮伫遮对你的话拍开阮的心门，会通了解你的真理，互你的真理叫阮得到自由。阮伫你面前用恭敬的心来礼拜、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叫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84首，大家大欢喜，和乐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主早所列世，天你的作家，只是已经应验，应现到万世。天父家己，大大有福气，好撒那好撒那，来宾。主上帝，好撒那好撒那，大悲的福气，天命宝座威严，眼光归天平，对面和平稳定，不等高万世。上帝，好撒那好撒那，大悲的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公义信实的阿爸爸上帝，阮讲阮的脚着踏摇花，迄时你的主爱扶持阮。阮的心最最忧闷看路，你的安慰就互阮的心情快乐。伫阮中间，检测有人得病痛，或是其他困境的中间，大环境阁有疫情的威胁，外面也有对方军事的扰乱，甲言辞的恐吓，致使陷落伫烦恼不安的落梦。若是你犹原阿阮伫你的十果内面，通过主耶稣保护耶查。保守阮拢通领受对你遐来真正的平安。阮向你献上感恩无煞。总是阮有时伫有意无意中间所讲、所做无合你的心意，违逆你的旨意，亏欠上帝的荣耀。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忏悔认罪，恳求主爱爸上帝赦免阮的罪过，饶赦阮的软弱。也公义的圣神带领阮持守真理的道路，无偏左右，通互所行所做的拢来荣耀上帝利益众人。有启示甲应允讲，所以恁着反悔来活转头，互恁的罪会得撤销，互安乐的日期会对主的面前来。主上帝，昨日甲今仔日下昼，阮伫教会举办核心同工退休会。灵命来得到造就，也为着今年度各项事工的得失来检讨，详细计划明年的进展。求上帝带领，互阮所做的工拢无规伫空空。伫福音广传的会场有对你遐来的意向，阮向你献上感恩，
我若要为着主耶稣降生谈欢喜的节期所举办的福音活动，求你扶持，互圣诞佳音讲传四周围，吸引人羡慕基督的真理，来进入这条各真各活的道路。另外，教会的总务部伫主的引带下面，通过部长、教护律的率领，同工互相扶持，三甲效力。今年事工有真好的成果，阮感谢你。求主保守，明年事工犹原规划整全，也祝福互所有同工甲因的家庭美满和谐、稳定满满，身心勇行，做成美好的见证。当伫这个定着的日子，我们要过来领受上帝的教示，通过牧者的开拓，成做阮生命的灵粮、生活的准绳。恳求圣神锻炼阮的心神，一切伫基督内面谦卑顺服来领受。阮安尼感恩恳求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有主的名，调安祈祷。听者，所以咱做伙来做启应。启应文第55篇是对马太福音第6章来的。启应文第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得操烦。性命减是比食物较重要。你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穿什么得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王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落下落。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什么。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所以要整饲添温，只为来显示伊所要现的诗歌是信望爱。
是那一是高宽容慈悲，是那是不温度，是那是不过头，不平衡，不叫天下一素。平平素尊你就是心梦人爱，最所好的土的土是谁爱？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段第6章9到11节。白话字圣经伫第6页，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银幕。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以上，这是请本堂刘永炎牧师来讲道。要讲的题目是“赐阮日息，赐阮日息”。牧师，兄弟姊妹平安，食饱未？哦，感谢主哈！今日咱就要来看上帝安那伫圣经中间，互咱使咱食，使咱穿啊，使咱拢无烦无恼。咱三甲来祈祷。阿爸，阮感谢你，你是稳定的主，主啊，阮所有的一切，特别是阮的性命开始是上重要的。阮若是无性命开始，只有你所享受互阮的，阮就无法度来享受。主，阮感谢你，互阮有限的性命，阮日日拢有你享受阮的日子，互阮到也用。主，你也要护掉阮，伫有限的日子中间，主，阮要活出你无限的听。阮袂堪你，总是主啊！你甲阮伫地，互阮靠着你的气力，你的圣尊名，互阮就照你所讲的，阮安尼活出。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画出来，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对人有帮助。恳求主你来启示，愿咱的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想咱伫11月初1，咱看到报纸哈嘛，看到即个新闻足济吼，中国大陆吼有一个新闻啊，即个会讲吼，鼓励大家哦，中国大陆大家庭哦吼，恁著爱含一寡物件吼啊来安那生活的必需品。哇！即个文字出来了后，咱看到中国大陆的家庭吼，大家拢开始去抢食面啦吼，因为惊安那去枵着啦吼。伊马上就去想到啥物？因为文革的时阵，迄阵啊无物件去食吼，所以人的记忆吼实在是真可怕吼。哇！抢到啥物物件拢无吼。这就是人的抢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要有安全感，要有安全感吼。佫会抢物件吼。应该毋若干安全感啦，你有去抢无？双11有买物件举手好无？毋免啦。若咧伫个少年遐吼，哇，无迄个无举手的吼。咱要买双11要买，敢是生活必需品，敢是需要的，还是想要爱的？我想会抢物件就是无安全感。第二个，咱就是安那对人啊。对人做，而且会想要安那，想要爱奉献啦，吼，想要爱满足我想要爱。咱的主咧，咱的主今仔日要教示咱安讲，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真清楚，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安尼总是咱咧想哦，咱即马咧学主祷文哦，毋是干那喙祈祷尔。伫即个主祷文内面，互咱一个准则。就是咱的性命要活出主祷文的性命。主祷文的什么性命？
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今仔日就是咧地里，咱会关心一项代志，就是啥物？咱的性命要安怎活落去。所以，今仔日若干那食尔哦，咱都有看到。伫你的生活中间，你食是对倒来？你对你的工作对无？搁有咱要爱活做一个人的款式，敢干那食尔咧？咱要来明白一个享受，互咱食的上帝。咱要来明白咱日时、咱的意义是啥物咧？好，那咱定讲食饭皇帝大嘛，所以莫吵啦食饭先食饭再讲啦这话对倒来？大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讲足重要的啦其实这就是咧处判之争的时阵，刘邦其实去限伫即个受困伊实在无法度，伊直要放弃伊直要放弃总是伊的一个即个要安怎讲模式伊的即个边仔的官就甲伊建议讲，咱的即个敌国咱即个楚国伊咧囥粮食的所在哪会拢无派兵去顾啦？所以伊本来是输的本来是输甲忝，要放弃总是伊发现即项代志，伊较紧的去甲遮呢楚国的即囥粮食的所在，甲伊接领。哇！伊本来是输的，结果反败为胜所以就有即句话民以食为天的头前是写啥？王者以民为天所以咱就知影食饭有偌较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会当活落去袂所以食饭皇帝大啦，有偌尔大，咱也看到伫上帝国会祈祷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过来，咱要为咱家己来祈祷的时阵，就头一句是啥物？阿门。甲这有关系所以咱的主这么关心咱，总是伫台湾咱拢无欠用我拄问大家食饱未？哪会拢无人讲我还未食，我枵着我无通食。所以咱要求啥物？咱要求啥物？上帝有互咱的意思，因为食饭即日食毋是干那咱想的安尼尔，伊的意思有搁较大。有偌尔大咧，咱就看到，这耶稣伊禁食40天了后，伊头一遍出来时，这个撒旦魔鬼就安那甲伊问你著甲遐石头变做啥？胖就好伊会通食耶稣安那甲回答，咱来斗阵来读好无？请耶稣却回答讲：圣经记载，人活地毋是干那靠食面，是靠上帝喙内所讲一切的话。所以咱就知，一个人要有人的款式，毋是干那食尔。搁有上帝话是嘛？咱才会当活做参照一个人的活的款式咱就袂陷落伫一个困境，搁毋知影后知后觉，甚至拢互灭亡拢毋知。咱看即个图是啥物图？敢若就像台湾是一个岛屿，但是咧无偌远的所在，确实有一个陆地。这个所在就是咱最近在家会主咧读的，就是上帝对推罗这个城市的预言兄弟姊妹，咱若回想应验无书第11月11日，咱迄天所讲的，咱的主对推罗所因无信主，总是因幸灾乐祸。因对耶路撒冷要互灭亡，因无伸伊的手，搁安那讲哈！兄弟姊妹，咱捌安尼无？幸灾乐祸你看，甲你讲，咱爱注意咱若看到别人受到灾难的时阵，咱爱谦卑，咱听看主要甲咱讲啥物。咱的主就甲推罗这个城市有缘，伊会真正真坚固，就做像台湾的边仔拢害因两个城。伫咧海的中间，要甲伊讲无遐简单，因为无着力点。伊的城足坚固的，但是主迄阵已经讲要互伊灭亡。你若是幸灾乐祸，无要对边仔的人伸出手
安尼你是真惨死，安怎惨死？你的城本来伫个即个大石盘顶头真坚固，你的城足坚固，总是有一天，即个大石盘顶头要光溜溜，啥物拢无。可见即个城上尾是要被灭亡。所以当咱若有听到即个警戒的时阵，上帝的话，咱实在爱谨慎，咱就爱紧紧回头。所以是咱上帝的话真重要，咱伫每一天爱读上帝的话，谨慎家己。咱有迄个时阵讲啊哈，幸灾乐祸的无？咱就来回头。咱知无推罗吼，伫历史中啊吼，伊尾啊是毋是有亲像去用即个石头顶头去用灭亡，金死死，修理甲金死死，有哦。伫历史中间发生啥物代志？咱若对历史有了解，推罗这个城上尾是去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即个官兵，因做一项大家无法度了解的代志，就是伊去有一个旧的城，伊叫伊的军兵，甲所有旧的城的石头、柴，拢总甲拆毁，甲等咧倒位海，以至于伊咧海吼，即个城本来伊的地理就是边啊拢海，结果啊呐，用填到可以盖上迄个有一个迄个大的迄个锤螺，会当甲伊锤即个城甲锤倒。咱有看咧迄图，所以兄弟姊妹，咱袂搞的啦，是无？咱袂搞的，我们没有办法夸我们自己，夸我们有什么，我们多么有能力，连这个推罗这个城，上尾拢用这个办法去互人修理甲金死死，吼，讲咱的话来讲，所以上帝话对咱是有帮助的，毋是干那咱要食清营尔。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人款，而且即个人的款是上帝祝福的，因为咱有一口气，即口气伫咱信主的时阵，主的信心甲咱伫底，互咱身躯、身心灵拢信心伫咱中间，互咱按照上帝旨意，咱会当活出上帝要互咱的一个好的款式。所以咱伫食饭的时阵，拢来祈祷，对吗？咱定来甲囡仔讲，祈祷袂啦。有当时袂记哩，咱要祈祷啥物？咱只是口头禅吗？咱只是讲吼，天父给大哥主比，是吗？咱唱完就煞，毋是。咱咧祈祷的时阵，就是搁一遍来提醒咱，今仔日我所食面，感谢上帝以外，请问咱咧祈祷的时阵，是先看菜单，讲即个菜单安那？我来祈祷，要祈祷偌长偌短吗？要安怎感谢即个主吗？啊，是我要先看菜色咧。咱的祈祷，咱莫讲食饭尔，咱有为着即马心内所重大咧祈祷的代志无？咱会记咧9年半前，应验无说还未来，正10年外前，咱的教会为着青年的团队，搭伫壁讲要安那的青年牧者团队有无？会记哩袂？哦，咱写较足详细，咱甲上帝讲，我要爱安那查甫的，咱要爱少年的，阮要爱健康的。结果一分发，肃清长老去我 FB 一看，哎呦，女生，这个如假包换女生。第二个啊，毕业典礼，阮囝大学毕业，啊，我成学院毕业，啊，可见即个安那无少年。第三个咧，头一天来，我就甲地牧师讲，牧师，我好小儿麻痹。你知影迄地牧师是足正经的人吼，伊阵啊，我看5秒拢无讲话。伊尾啊，伫我就任的时阵，树林长老教会来780几个人，伊的面前安那讲，咱会记得迄长个礼拜，我记得足深的。听讲伊即马去到讲道拢会讲即个礼。伊讲伊2礼拜，伊无法度困，伊毋知影要安怎甲会友讲。咱毋是有2遍的禁食祈祷的期间吗？咱毋是安尼照安尼祈祷，讲是上帝互我的菜色，哪会安尼啊？即种货色我会当7天来退回袂？咱会记哩袂？地牧师安怎讲？伊讲上帝有互伊看一个图，讲我互你的正面。你是先看菜色，再来感谢，还是你还未菜色来，你已经咧祈祷啥物？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咱已经祈祷啥物？
主讲我已经予你啊，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为着什么代志咧祈祷无？我们今天有为了什么事情，我的重担在祷告吗？我要这样的车，我要这样的退休生活，我要我的财务是这样，我要我的家里是安那，我要这，我要迄，主要甲咱讲，我已经予你啊。意思是我已经为你备办啊。咱只要祈祷什么？主，那不是我求的安尼。查甫的、少年的、健康的，咱较紧啊呐，调整咱的心态。主啊，那你予我的，我拢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予我上好，你已经为我备办。兄弟姊妹，咱若是安尼来祈祷，咱的主祷文，咱祈祷了，咱规个面色拢会光。应验牧师来邀请咱大家后边祈祷就是安尼，唔免想讲先看菜色，嘛唔免点菜。咱的主唔是互咱点的，我当初要点的翁嘛唔是阿贤，结果佫较好，阿妹吗？阿妹。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祈祷讲，咱会堪的，我们能够这个福气能够承受、接受、享受，我们不要变成什么无福消受。所以咱就来想，使咱日食，上帝予咱的，咱来分别做成。哎哟，无使我日食嘛，爱原你的名姓哦，是喏，当然呢，咱咧食的物件，当然咱分别做成，因为这是主的姓。咱咧食的时阵，若是信要高举上帝的名的，咱就是了主最大，咱会甲因光上帝的名的。咱看耶稣。行足侪信仰，拢甲食有关系。有病鳄鱼，伊嘛看到人的需要，哇！这个分落去，5饼2个买去，分落去，啊，佫有安那剩啊，剩甲够，啊，佫剩几人啊？10人啊，有剩，毋免名号做啥物剩，毋免。真诶，毋免啥物剩，你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咱就剩。所以咱的食物，咱来看，咱的身躯。咱的日子安怎，咱的气力就安怎。最近咱大家拢为着咱道向牧师咧祈祷，咱心情唔甘。伫迦南教会会使讲，一个小组是咱道向牧师来建立起来。伫咱遮22年久，总是伊今仔日有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总是咱嘛是祈祷讲，咱中好用牧师。的日子安怎，伊的气来就要安怎，阿妹吗？阿妹。所以，应验牧师最近身躯嘛手脚怪。我去检查的时阵，我嘛咧想，有一天我若甲单道向牧师共款，敢若会使倒伫眠床，敢若会当目睭黏的。我要感谢主，今仔日我所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为我家己备办嘛，为各位来备办。咱毋知咱。会安怎？咱拄则这个起英文的时候，咱有读，咱无法度为着咱的年龄偌济，咱的烦恼然后加较济，无。我们的年日如何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忧虑，咱是一定的。总是咱的责任是啥物？伫这个中间，咱的品质，咱来家己顾，对吧？因为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所以请兄弟姊妹，咱若是三高人士吼。不是个子高啦，有牧师说不是个子高，不是高学历啦哈，是哪3高？有诶会当帮我讲一下袂？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3高人士。有一个女士就是生完囡仔了后3高人士，减肥吼，讲唔知几百，无几百种啦，几6种去啊啦，几6年拢无效，愈减愈安那。愈肥，有一天跋倒，真正拢扶袂起来。3个查甫人嘛扶袂起来，啥啦？因为2个查甫是囡仔，敢若一个是大人。啊，要安那？主，我要减肥，我要因为我的身躯是主你的圣殿，我要好好来食物件。每一遍我来要食饭的时阵，我想，主，我心仔所食的有愿你的名姓无？啊，是喏。咱是上帝圣殿，当然咱来用咱的身躯来高举主的名，是无？毋好
污染咱的身躯。愿主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哇，这严重哦，是喏。那个什么肉，什么鸡肉、牛肉啊，什么香肉的，哎，香肉你们知道是什么哈？买嘛，是吗？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愿咱的所选择的，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啊，咱知无？结果如何？结果这个三高人士吼，今麦伫家啦。我拜五去检查，医生讲：哈，你血压也没有高，你血糖也没有高，你血脂也没有高，在这里，咱互上帝一个奖赏。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三高拢免烦恼。咱来饮食管理，咱特别食的时阵讲主，愿我的身躯是你的圣殿，愿你的国度、你的法则伫我身躯，我就知影要安怎选择，我就知影什么是合理上对你的旨意，咱就容易，咱就知影咱要安怎活出，伫咱活的时阵，这个品质，咱负责。我做我能做的，我不能做的，我交给这一位神做，因为唯有他能做。阿们吗？所以我们尽力好吗？所以在上帝国度里面的历史，咱有讲过，历史不是干那食物件，嘛你要有好的身躯啊。好，你若三高，你啥物拢袂使食啦，就歹势。所以伫这个中间，咱五谷销售吗？咱有按照上帝旨，既然袂使食，哦，主啊，安尼我就为着你，袂使食，我伫我活地这中间品质，我爱好好啊，尽力。我才有好的身躯来服侍你，因为咱的身躯安那，咱来读这好无？请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消磨，总是上帝使我心肝会开来，也是我的基业直到永远。阿们。来继续来读上帝，互咱的福气，请伊的力在伫你。即号人有福气，阿们，咱是福气的人，阿们，哈，因为主的力伫咱中间哦，哈，好，请搁来读上帝英文，请我要用长血寿，互伊满足，互伊看见我的救恩，阿们，互咱长血寿搁伫即个品质中间，咱会安那？咱会当有好的身躯来荣耀上帝，高举上帝的名，咱会当互人有利益，啊，会当传扬主的福音。搁一遍来见证主，咱三个来读一句真重要的，请，因为阮伫活的豆豆为着耶稣来交付伫死，互耶稣的活也为显明伫阮为死的肉体。阿们。咱的肉体拢会死，总是上帝活要咱伫咱的心上，咱有即个愿望，所以咱虽然有一个期限到。总是主，我愿意为你来活，我愿意，我每一天的选择，就是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有一个少年人，有两个囡仔，伊做业务工课，伊个业务的工课拢有一个话术，伊是全世界4大的公司内面，因为话术拢是伫上帝国度内面听起来就是无实在，所以伊决定，伊若要去推销的时阵，伊拢无要讲迄无实在的话。当然，咱会知，伊的历史安那，伊的生计就是刚刚好而已，伊的业务卖非常好，拄啊好，总是上帝应允甲伊讲，上帝要赏赐历史教业，所以伊就照安尼讲。有一天透早电话乒乒叫来，讲紧来，你上报纸啊！伊讲哪有可能？我做啥物歹代志？即摆若上报纸，拢足惊吼，歹代志的款，毋是。是报纸甲网络上讲一项代志，讲因感觉就是这个行业内面不实在，所以因就派人去每一个4大公司拢去做啥物，假装客户。只有这个公司他正好去跟他买，跟他签约，他讲的实在的话。所以这个报章说这家公司最诚实，其实应该讲这家公司的这个上帝的儿子所说的话是诚实的话。兄弟姊妹，咱的历史中间，咱的工作，互咱比班的时阵，咱有尊主的名最大无？主的姓名，咱有互伊高举无？上帝
国度的法度，就是你莫讲无实在的话。咱有安尼做，咱若爱安尼做，你会感觉什物惊袂？啊，万一我若欠裁员，万一我若无生理，万一若安那吗？无安那，是主讲我的旨意要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你要安尼选，也是无咧。所以上帝旨意得成，上帝旨意有几种？哦，咱是真正会会啦吼，尤其咱拄啊信主的人，哦，咱念面无输讲安尼，吼，无输安尼，像无输讲啊，上帝意思都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啦。啊，哪会有讲上帝要临冥想就临冥想，哦，这个灰。咱来看卖啊，上帝旨意有4种，头一个就是上帝讲了就遵守煞，袂改。你若安那祈祷，你嘛毋免想要上帝来改变，就是上帝会听，上帝要为咱来拯救。上帝讲，你对10楼跳落会死，就是会死，讲会对，你就毋莫去想讲这个自然律。哦，我要神迹奇事，我从楼上跳下来不会有事。请你尊重上帝的定旨。上帝已经定旨伫遐，咱就来尊探上帝的意思。伊要行是日价，这是上帝的旨意，啥拢改变无了。上帝要拯救万人，只要若认罪，上帝就予伊有救恩。所以，请你免甲上帝543咧讲，哦，迄开跑车，万一他悔改认罪，然后主你就赦免他，那个真的是。我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是你的代志，但是上帝定法伫遐。你若万一认罪，你愿意认你的罪，上帝就拯救你。没有得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好吗？那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什么是咱会当改变？咱会当选的，当然就是律例典章。有无书开咱无才常常讲的，毋是上帝讲了就遵守煞，是讲互你来遵循。10条戒是上清楚的嘛。我以外，你袂使有别个上帝，毋通敬拜别个，摕钱、摕名声、摕囝儿来拜啊！啥来拜？因为你该最大嘛。你把你重要的事情比上帝的事情更重要的，或者你该拜啊。你唔好黑白滥称耶和华，口里不一。主啊，主啊，我愿意献给你。啊，真正问你的时阵，啊，袂使啦。啊，我新势力吼，我这边去打高尔夫球。毋是祷告呼求，是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安那口里不一嘛，口是心非。上帝要来祝福咱就按照上帝这就是咱的按照上帝法度。咱请咱斗阵来读，请今仔日耶和华你的上帝命令你行这个律例法度，所以你就尽心尽性。接受来行伊，继续。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教示我行你的旨意。你的心是好，求你带我伫白塔对。上帝要带咱，只要咱愿意调整，咱愿意刷咱的骹，毋是干那祈祷啊，骹毋刷，骹毋刷就是即个啊。有无说定讲迄代志或做啥？厝在你去啊。因为你不愿意遵循嘛，我甲你讲，你莫食迄有诶无诶，对身体无好诶，啊，你就袂。只有厝在你去，这是上悲哀的。咱若是无要认上帝，好，咱来读这罗马书，有无说定定咧提醒咱的来请。恁既然毋肯顺上帝伫因的心思。上帝交付伊伫不中用的心，行无合意的事，毋愿意认捌这位主啊！已经甲你传福音吗？你毋捌，你抹，你就是抹。咱只有安那，咱毋免幸灾乐祸啊哈！毋是，主啊，恳求你怜悯，因为主阁有一个恩典，阁有一个旨意，就是要挽回。要阁互人上尾一遍机会，就是你若互人害甲惨，即个歹人一直得胜，总是安那，总是有一天上帝出手啦，安尼啦。上帝无爱互遐个歹人安那得正嘛，无爱互遐个歹人安那就沉沦，因为咱有讲哦，头一个伊旨意就是要互人人拢得救，
所以伫约瑟，咱会记得，伊的哥哥拢做歹，总是甲上帝出手，伊的哥哥嘛悔改，对无？所以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咱即摆是毋拄着学淡长的代志，拄好伫个迄个无公义的中间。咱讲咱哪会拄着安尼的代志？上帝，你到底伫倒位？上帝一直拢伫个，总是迄个时到的时阵，人本来是要害咱的，总是上帝有法度来转变，而且为着是有更较好的心意。这个心意是啥物？要保全真侪人的性命，要互福音观公传，这是上帝旨意。咱来读即句话，请。情，恁的意思是歹，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要保全侪人的性命，亲像今仔日。佫一句咱常常咧讲的哦，请。个咱在万事甲好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华语安怎讲？万事互相效力，毋好干那停在遮。后壁还佫啥物？叫爱神的人，被招的，愿意走在神心意的你跟我的话。如果你不愿意走到神的心意，不爱按照上帝心意来行，就可惜了。无事干那会使讲，就可惜。上帝今仔日赏赐互你教业的日子，好的身躯通好食，毋是看到遐个物件你无法度食。上帝要互你拢无烦无恼，因为今仔日伊有教业的恩典要互咱，咱毋免烦恼。咱看到摩西带这百姓去旷野。无食的物件，咱若捌去过迄旷野，哪有可能生食的？上帝就有法度降落吗哪，对无？啊，互因食到安那有够，哦，毋是有剩哦，拄拄啊好，逐工拢够，逐工拢安那去摕人吼拄拄啊好。但是甲第6日是会佫加一工是安那，加顿工是安息日。咱的主就是刚刚好，拄拄好，你不用烦恼。以色列看到遐所想事，讲啊，这是啥？你拢免烦恼，这是啥？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你若拄着上帝想事你的，你爱较烦恼的，就是讲主，我毋知你的心意。你毋免烦恼，讲啊主啊，这是啥物情形啊？咱爱烦恼的是讲主啊，我有对准你无？我有行伫主你的旨意内面无？愿你的名圣，不管我伫啥物困境中间，我甲啥物人讲话。主啊，你的信心伫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神的。主，你的国度法度，我的所等的要决定要讲的，我按照主你的法度，你的国度国法，我来选择。然后上帝互咱有选择权，你要按照上帝旨意安尼行无？若要哦，那上帝就是讲你是安那应承一灵的，你是用上帝喜乐做喜乐，安尼你每一工拢会喜乐。啊，佫一个提醒，咱今仔讲台语，咱安尼读。今仔日的，你想诉阮今仔日的利息，请问是想诉我，还是想诉阮？所以就是我们呢，华语佫较明显。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你若咧食饭要食的时阵，看到讲啊，有人无通食，拄好咧你边啊。你就摕一份，互伊。因为主安那讲，请咱来读，请。因为我腰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烫鼻涕恁互我亲；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里你来找我。是兄弟姊妹，咱若看见人的需要，咱若是有信心。咱袂讲啊平安平安，愿你平安安怎做法煞无看。咱若是干那互人找平安，咱无实际上我若有剩今仔日的日子，所以我今仔日若食的白费伤过饱，伤过济，咱都爱祈祷哦。主啊，这白费这是，毋是今仔日日子尔，我连明仔载后日的拢我食落去啊，对无？所以咱要注意，咱来食今仔日的日子就好，毋好食到明仔载后日大后日的。咱来甲食的，咱会使，咱祝福别人，毋是干那讲平安哦平安哦。咱来读即句好无？请，
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然去，愿恁清烧食饱，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用的福音，有啥物利益啊？咱互人的愿望是啥物？是谎言啊！咱为人祈祷的是谎言，就亲像啥物？乐透。今仔日有一个文章，是前台南神学院的院长，伊写我有写配合伊讲，这会当互咱看乐透到底是安那来的，咱回去再看。伊下题目就是希望却是谎言。兄弟姊妹，咱互人的福音是希望。谁是谎言吗？还是希望真实的让他跟上帝来连接呢？互伊甲上帝真实经验着主祷文所祈祷的性命吗？今仔日是想赐福阮，咱的福音是主，才是真实，是真实的愿望，是唯一的答案。今仔日主啊，今仔日的日子，你想赐福阮，教也清，教也用。教也好的身躯，通好食清用。咱若无好的身躯嘛，无法度。总是主甲咱讲，毋是想赐互你我尔，想赐互我们。所以若有人伊无通食，咱就爱伸咱的手，咱有的会当互人。所以咱的这主祷文。所以要挖出来，讲足困难吗？愿你的名声，你的旨意得正；愿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得正，足困难吗？圣经甲咱讲，其实10条诫，咱一个一个来想，做决定的时候就容易。圣经甲咱讲，什么是好？拄到一项代志，咱要决定的时阵，就想，心是公义的代志。什么是善？行公义，对无？头一个咱来想的。咱做这个决定有互别人压迫无？咱有互别人的利益不公平无？咱做的决定是毋是这个长这个短？咱心头爱抓好正，抓好定。若是互人不公义，咱就爱紧刷咱的生命，行公义。那毋是干那道理、公义、正义、公平尔，公义、上帝义尔，有怜悯无？搁互人一遍的机会，咱谦卑，不是我说了算，不是，主你说的才是算，好吗？如果我们愿意安尼行，咱就真清楚知影上帝旨意。主真欢喜，甲伊的旨意甲咱讲，问题是咱愿意按照上帝旨意来行吗？活出会当应邀上帝，会当信靠这位上主。这位上帝，伊要引带咱行咱头前，每一天拢会当应邀上帝，拢会当对人有帮助。头一个就是对咱家己。所以兄弟姊妹，主咧叫咱哦，咧叫咱啊！我真细汉就足爱这首歌，虽然我迄阵啊真低落，无人要甲我算，因为我较通算拢算输，因为我较走袂去，总是主咧叫咱。咱要诚做真的光，咱愿意吗？伫咱每一遍咧食，咱拄啊好有教遐的时阵，咱拄啊想要去买遐的奢侈品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讲，有人有需要，我就互人。我教遐我用，因为主讲，今仔日是想赐互咱，请咱起立，搁一遍决定决志伫主的面前，我愿意活出主祷文的性命。主地叫咱人做真光的灵，亲像一个石花，你是照光明。这世间有黑暗，做人着答，咱着照伊讲，一人一家。主地叫咱人归因光予伊，咱的光若无免，袂互伊欢喜。伊阿路看世间。咱着照伊讲，一人一家。主地叫咱人达位做光点，人有罪恶忧闷，做心无眠。
这世间真黑暗，若亲像乌幕，咱着照伊讲，一人一工。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这世代搁较安那黑暗，主你就是光。主，阮是你的囝儿，阮互你呼召，阮要去这世代每一个所在，阮一人一角，伫迄个所在真做光，毋是阮会当真做，是阮主你的光照阮，互阮会当活出主你主导阮所教阮的。主，你是阮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想赐互阮，互阮毋是干那想着阮家己，阮搁开始想着主你的心意，主你的国度，主你的性命要得到高举。恳求你帮助阮，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赏赐平安智慧，互阮有信心来面对每一天。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拢有主你的引带。主，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的需要。主，你手腕满满的恩典，教阮所用。感谢主，即摆阮要献上时间、金钱、才能，成做主圣工来所用，求主悦纳。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嘛求，阿门。请坐，请由牧师报告。大家平安。报告大声，咱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个礼拜的兄弟啦吼。啊，伫伊身隔壁这赖思成是无？迄个赖姐妹吼，伫咱中间咱甲欢迎一下哦。请坐愿上帝所请咱个同工送一个小礼物互伊吼。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个礼拜的兄弟无？若无，咱来看周报消息。下主日是
感恩这主日咯，吼，咱孝顺过去，吼，数算上帝的恩典，孝顺过去，上帝伫咱的生命的引带，吼，有伊恩典满满，吼，伫咱中间，吼，感谢主，会陪伴，吼，来献上咱的感恩。疫情要慢慢受控制，吼，咱连续8天9天安尼，吼，拢是无本土的，吼，不过咱游园袂当放松。咱继续祈祷，咱伫空中的兄弟，请你会当倒来到地面上，茫一直搁停留伫空中，安尼吼较无聊啦，吼。咱来《使徒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啥？圣道的上通，就是人甲人中间有迄个互动，吼，无你孤单无伴，吼。咱感谢主也。咱的各项的聚会内容时间拢伫周报第7页，请咱家己来看。咱欢迎咱李贵美姊妹对万宁教会会籍来刷到伫咱的家南，来徛起来者，咱来欢迎者伊甲坐上后壁迄个吼，小毛细迄个吼。小来迄个小港面吼，是迄个李介成长老的姐姐啦吼，是无？看起来比你较少年的，歹势，阮拢会甲幽默者安尼吼，伊伫甲我记啦吼。恁也做讲我袂记报告哟，是因为这一个梗安尼啦吼。咱10月25拄好迄天圣诞节吼，这国家音乐厅的最准级的吼，咱这回有邀请乐界4重奏吼来到伫咱中间吼。不过有一个口号就是1+1。来49，什么意思知无？哎呦，甲拍鼓仔者安尼吼，1+1来49啦吼。这就是讲吼，咱会友嘛是爱听吼，这高水准的吼。不过就是讲，咱爱登记爱售票吼，登记售票中间吼，咱爱量早来排哦，无惊这2、3楼无位吼，因为惊讲吼。外口就排到统领遐去吼，统领遐去吼。不过咱就是一定爱登记报名，你邀请无道的朋友来总是吼，这个2、3楼位置有限，你一定爱提早来排队吼，若无就到4楼还是7楼安尼吼，咱会连线吼。这个部分因为尊重因的这智慧财产然后，所以无直播。无直播吼，所以伫遮咱透过遮邀请无道的朋友来做伙有伊报名的一个方法请咱会通陆续咱会通开始伫遮来登记来报名吼。咱今仔日下昼继续有下晡到下晡吼的即个核心同工退休会吼，退休会请咱的同工伫1点。进前完成吼，伫2楼来报道。咱总务部提供，如果你若圣诞节要到吼，你若有买圣诞歌的吼，来送你的朋友，咱主日开始吼，登记到伫即个12月初5你到12点进前安尼吼，所以请咱会通注意吼。青年嘛有一场的即个伫。11月27有一个魔术的即个活动吼，咱厝内若有一寡遮的少年家吼，遮的青少年，咱会通甲因讲有机会来即个所在参加组织吼。拄仔咧讲三高啦吼，对无？毋是高人一等啥物遮啦吼，是讲你的head up 你的即个脂肪吼，搁有咧。咱食到有一个资深的时阵吼，迄个血糖拢爱注意吼，
啊，咱有邀请这医师啊，伫线上来甲咱来讲座吼。啊，咱就伊讲拜拜，像老牧师讲的安尼啦吼。不过伊的肌肉食肉较无够啦吼，所以肌肉较无够。所以咱来听看卖啊，就讲要安怎伫遮来控制，互咱的身躯会通有较臃肿吼。我拜五吼有去看陈牧师啦吼，啊啦叫小可目睭贴开，毋知是醒还是无醒安尼吼，我嘛替伊祈祷啊，骹倒会安尼纠正安尼吼。不过真正真辛苦吼，因为我老爸捌倒过3年外，我真正知影讲家属吼，特别咱为了牧师为一只囡仔来祈祷吼，咱三体祈祷，真正求上帝来怜悯然后帮助吼。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马太福音6章再过一遍来。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马太福音6章11节。会众请起立，来吟上扬的诗，圣诗第391首，俄罗天顶主宰，吟诗煞请老牧师祝祷。俄罗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咱的破天的当心俄罗上帝，俄罗三位一体，北行行行。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拯救每一位，拯救这个时听见伊道理的人，愿意讲主啊，救我，帮助我，拯救阮心内所看落的处理的人，还未得救，甲阮所设定的这个对象，因为主耶稣永远无改变的听，要成做完全的医治，互人甲上帝会当和好，互人得到上大的支持，是对主遐来甲引带。因为主看见咱中间有人咧做重要的决定，主要引带你行伫伊的路，得到主的祝福。圣神嘛，真做保惠师，你甲咱对遮转去甲咱的厝、工作的所在、服侍的所在、学校、伫教会、伫社会每一个角落，一人一角，要真做光甲盐，互恁有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就倒。咱今日礼拜到遮，咱必须来祝愿上帝平安、祝福，甲咱三个同在。